来乡亲啊，今仔日死亡的病例数搁来创新高。这台公卫教授严中权讲，这个台湾新冠病毒的死亡数倍增的速度是全世界第二，大约13天就会来翻倍。指挥中心的统计，你的夜病3天来死亡的人数，大约是占总体46%。台儿童病院院长王立民来表示，患者伫个夜病3天至5天内就来死亡，这是一个警讯，这爱检讨找出着原因。另外，专科的医师王先嘛来提醒，讲这个 Omicron BA.5等于10倍速度伫英国咧增加成长，恐惊未来边境开放了后，会阁造成另外一波的疫情。昨过来新增加211个人染疫死亡，佮创新高。指挥中心统计，到9号为止，已经有2731个人过身，发病3天内死亡数嘛只有1260个人，差不多占46%。台儿童病院院长黄立民就讲，这是警告消息。这代表呢，他们可能太晚被诊断了，那或者他们诊断以后呢，没有办法很快的拿到药物，所以这个地方要去检讨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在医院的照顾方面呢，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也要再检讨的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还是要非常认真的去监视病人的状态了。致死率唔已经超过指挥官电视中所说的10%，国外还有新的变种病毒。胸腔动症专科医师黄显就讲，新一代 Omicron 变种 BA.5是真猛的病毒。以 Omicron 的之前的第1代到这个第5代，其实发现到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，就是传播力会增加哈。那至于 BA.5.0是会变成为怎么样子，那以后的科学证据才会知道。黄显讲 BA.5当伫咧用10倍速度伫咧英国弹开，若边境解封，敢会放零？黄立民认为，说来针对 Omicron 的次世代预防下，会当预防。与病毒共存，然后开放边境呢，是势不可挡的一件事情。你不太可能一直在关起来，因为你即使关着，你还是会感染。那治本之道呢，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新的疫苗的状态。第2代疫苗呢，其实对于 Omicron 的效果是比较好的。不管病毒安怎变种，医师呼吁民众、医用者一定拢要做好自满，除了提升保护力，才有本钱行向解封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